接住落嚟咧就係問答環節啊！我哋將會為大家解答我哋收到嘅各位觀眾嘅問題嘅。首先第一條問題咧就係想請教下 Grace 嘅，就係想問啊，如果發現我租樓俾人呃咗嘅話，可唔可以直接揾香港警方去到追討損失嘅呢？咁如果佢係租嗰個地方咧係喺香港嘅話咧，其實咧佢應該咧就揾翻香港警務處咧係去報案先嘅。咁正如我啱啱都講過啦，咁如果佢係發現咗，即係正如我啱啱之前嗰個案例都好啦，咁佢發現咗自己俾個真嘅業主踢翻走啦，因為原來佢交嘅租金咧根本就唔係俾翻真業主嘅，咁所以咧佢就報案啦。咁當其實全部都係喺香港嗰個地方咧，就去翻佢哋附近嘅警署啦、網上啦咁樣作出報案嘅。即係萬一有咩事嘅話咧，可以揾香港警方咧幫忙去到追討損失嘅嚇。下一條問題咧，想問下江律師啦，就係租樓嘅合同入面啊，需要注意邊一啲嘅法律條款嘅咧？點樣確保到我所租嘅樓咧係合法租賃啊？好啊，嗱，租樓咧好多時候咧就最緊要就係租期啦、租金啦。咁啊，另外咧就要睇下有冇一啲特別嘅責任啦嚇，譬如可能維修責任會唔會好即係好嚴重咧咁樣。咁另外咧就係要睇下咧譬如有關嘅條款，譬如你見到原特別詳細過頭先，好似阿陳律師所講，一般嚟嘅應該好簡單嘅啫。原來咧有幾十頁紙嘅時候咧，咁作為租客咧當然就要小心啦。咁但係一般嚟計咧，大家可以放心嘅，喺香港嚟計租樓咧都係有一啲比較標準嘅條款。咁如果遇有疑問嘅時候咧，我就會勸大家一定要咧請教律師啦。好啊，下一條收到嘅問題咧，就想問下陳總監嘅，就係地產代理咧，可唔可以同時係佢向我推介物業嘅業主，或者由業主委託管理嗰個物業嘅人呢？即係陳總監啱啱講到嘅雙邊代理啦嚇。如果可以嘅話，要特別注意啲咩㗎？係嗱，就如果呢雙邊代理咧，其實而家香港係可以嘅嚇，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即係特別而家嚟講喺市場上面咧，好多即係地產代理咧都係一個以雙邊形式嘅。咁首先第一咧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個你透過代理係一個雙邊代理嘅時候咧，咁其實代理係有責任咧，就要向即係雙方面咧就係即係所謂要透露佢所謂嘅利益嚇。咁利益就裡面包括咧，當然係一個即係金錢上嘅利益啦，裏面又包括甚至乎就係佢究竟喺兩方面收嘅佣金係幾多咧？呢個方面咧，佢係要向雙方面透露嘅。咁另外嚟講咧，即係佢亦都係要做一個持平嘅工作嚇。咁其實你基本上咧就雙邊代理同單邊代理咧個分別就唔係話太大嚇。不過咧，即係個代理本身嚟講咧，佢嗰個對利益上面嘅透露咧係要公開咁樣嚇。下一條問題咧，相信好多嚟香港讀書嘅朋友咧都想問㗎啦。咁啊，想請教下 Grace 啊。我今年咧會去香港讀大學㗎，我喺小紅書睇到一啲嘅港漂啊，同埋大學嘅學者啦，佢哋話有樓介紹喎，睇起嚟咧都相當唔錯㗎，我可唔可以直接揾佢哋幫忙嘅咧？正如剛才咧，我哋如果兩位嘉賓都講過啦，咁咧小紅書或者其他地方見到嘅資訊咧，第一未必作準嘅，第二咧就係我哋都建議翻咧，就向翻一啲持牌嘅機構啦，或者係一啲 agent，即係嗰啲地產商咧，咁就去做呢一個租務啦，或者買賣。咁如果小紅書上面見到係好吸引嘅，我都明白。咁但係咧，啱啱阿律師都講過啦，就唔好隔山去買牛啦，或者打牛啦。咁你最好咧就係去翻無論你覺得點樣吸引都好啦，你最好就係落去一次咧，見翻你想租嘅地方，去睇一睇實況，先至好作準嘅。咁當然啦，剛才我哋提過嘅所有嘅 tips 咧，大家都希望咧就記得，就到其時咧就核實翻佢哋嘅身份。所以最可靠咧，應該都係揾翻持牌嘅代理啦，有更多嘅保障啦嚇。下一條問題咧就係想問下陳總監嘅，我咧準備出年就會喺香港讀研啦。咁啊睇到新聞報道就話香港有好多租樓嘅騙案喎，好擔心自己都會遇到啊。請問咧有冇啲可靠啲嘅租房網站可以提供到租金低廉嘅真實房源咧？陳總監係咁啊，我諗咧就首先第一樣嘢咧。若果你同個市場個價值係有即係特別低廉咧，我諗你要特別小心就真嚇。咁所以咧就應該嚟講咧，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就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嚇。咁有邊啲嘅網站係特別可靠咧？咁我當然啦，我唔可以喺度賣廣告啦。咁啊，但係就大家都可以咧，即係
透過一啲嘅公司嘅官網啦嚇，因為有邊幾間地產代理公司嘅官網你可以睇啦，甚至乎香港其實有好幾個一啲樓盤嘅網站咧都係做得比較係即係都幾符合到我哋嗰個要求嘅嚇。咁嗰啲咧就大家可以咧就係可以睇睇嚇。其實我最重要都呼籲啦，即係大家就千祈就唔好去信賴一啲嘅即係嗰啲社交媒體啊嚇，因為啲社交媒體好多時呢啲個人發放咧，嗰啲嘅資訊咧其實有好多都係相當之誇張嘅嚇，咁同埋亦都係海量咁多啦，咁變咗即係大家你其實即係充斥住咁多唔同嘅資訊咧，其實你都衝昏頭腦，究竟邊啲係正確，邊啲唔正確咧？佢又唔係呢啲官方嘅資訊嚇，咁所以呢個咧即係大家係要特別留心。即係唔好咁容易受到誘惑啊！見到特別平咧，就更加要特別小心添啊！下一條問題咧，都係想問翻阿陳總監嘅，就係想問啊，地產代理收取嘅中介費用咧，其實係點樣去釐定嘅咧？係唔係有法律規定嘅一個費用標準喺度㗎？係就佣金呢一方面咧，其實係冇一個法律嘅規定喺度㗎嚇，咁所以咧就大家係可以議價嘅。不過市場上面咧就即係大概係幾多咁樣，即係可以俾個參考㗎啦嚇。咁買賣嚟講咧，大概咧就係一個即係1%啦。咁若果係租嚟講咧，係半個月至1個月不等啦，個租金嚟講就嚇。咁所以但係就全部都可以議價嘅嚇。咁因為香港有法例規定咧，就唔可以即係合謀定價咁樣，係喺香港係唔得嘅。咁所以咧就呢個係即係作一個參考啫。好啊，繼續收到嘅問題咧，我哋就想請教下江律師嘅。咁我咧喺社交平台又見到有好多香港樓嘅租金折扣喎，但係通常都話咧要預繳1年嘅租金，呢個係唔係香港租樓嘅一啲規定嚟嘅咧？平台仲話咧可以睇相啊、睇短片啊，就了解到嗰層樓嘅狀況喎，可唔可靠嘅咧嚇？嗱，喺香港嚟計咧，就冇一個法律嘅規定話我哋要做一啲預繳嘅租金嘅安排嘅。咁嗱，租客咧，如果一次過要繳付咧，哇一筆即係譬如1-2年嘅租金一次過去交晒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㗎。嗱，例如譬如如果個業主有一啲我哋叫做財務不穩啦，係咪？或者佢自己走咗去啦，唔知去咗邊，或者爭人錢嘅時候咧，咁啊分分鐘咧，你預繳嘅租金咧就會凍過水㗎啦。咁呢方面咧就一定要小心。嗱，另外咧，其實我哋頭先幾位都有講過啦，睇樓係好重要嘅。嗱，睇樓咧，其實除咗係可以去，譬如知道下個業主係邊個啦，係咪啊？親身去可能要同佢傾幾句啦。另外咧，仲可以其實核實到嗰個物業裏邊咧嘅狀況嘅。如果你係唔睇樓，你就簽咗臨時租約或者一啲我哋叫做臨時嘅買賣合約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候咧就會當你已經係接受咗個物業嘅狀況，咁到時咧你要反悔嘅時候咧，就理論上係會好困難㗎啦。下一條問題咧都係繼續想問關於租樓嘅，咁啊想問下陳總監啦，就話我個小朋友咧暑假嘅時候話想短租2個月，咁但係我發現咧好多嘅租樓嗰啲要求咧都要簽1年嘅合約嘅喎，有冇啲可靠啲嘅短租渠道嘅咧？其實如果你短租嚟講咧，即係我相信咧，即係你都要睇睇有冇業主肯咁樣做先得嚇。因為即係如果租樓嚟講，究竟即係唔係第單方面噶嘛嚇？咁其實如果係短租嚟講，係可能即係你選擇就係除咗真正嘅一個即係單位之外，可能或者要考慮下，即係會唔會係酒店啊、一啲嘅服務式嘅住宅啊嗰啲啦嚇。咁呢個咧就係要視乎究竟撞唔撞得啱有咁嘅業主。可以接受到一個租客住咁短時間咯嚇，一般業主就都未必會係有咁嘅興趣，因為佢可能有個成本喺度啦，又要俾經紀佣金啊各方面啊咁樣。咁如果你2個月嘅話咧，係比較困難嘅。問咗好多關於咧租樓嘅問題咧，又想問下關於買樓嘅問題啦。想請教下江律師㗎。請問咧，如果我買全新盤嘅話，買方律師咧可唔可以就嗰個買賣合約條款去提出修改嘅意見㗎？非常之好嘅問題。嗱，喺香港嚟計咧，有時我哋一啲叫買樓花嚇，即係話一啲可能未起好，或者係剛剛起好，仲係喺發展商手上賣俾你嗰啲。嗱，咁喺一般嚟計咧，喺嗰啲嘅住宅樓盤咧，無論係嗰啲合約啦嚇，即係主要嚟計係一啲正式買賣合約咧，都係經過我哋香港政府地政總署嘅審批嘅。嗱，理論上咧，正式合約咧就唔會容許有關嘅更改㗎。咁當然啦嚇，如果咧係譬如真係起好咗、完成咗嘅，
咁嗱，理論上咧都可以透過律師咧嚟計去審議有關嘅正式買賣合約嘅。咁但係呢方面咧就要小心。咁但係通常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嘅。如果由地政總署審批過嘅正式買賣合約咧，一般嚟計都好穩妥㗎啦。所有最基本嘅條款咧都已經係擺咗喺嗰度㗎啦。好啊，下一條問題咧比較詳盡啊，想請教下陳總監嘅，就係有關租屋印花稅嘅問題啦。嗱，據本人所知咧，身邊好多同學喺租屋嘅時候咧，只係簽一份嘅租約合同，而唔會打呢個印花稅嘅。咁啊，想問下呢一類嘅租約嘅法律地位係點嘅呢？如果一般情況唔完全受到政府承認同埋保護，學生租客應該點樣去避免啊？因為業主咧可能更加傾向逃避交呢一個稅啦，而學生租屋嘅需求咧又日益增長喎，即係話如果學生因為業主唔願意交印花稅而選擇唔租嗰個業主嘅樓，但係市面上都依然有好多學生需求㗎嘛，咁最終學生咧可能就會被逼簽呢份租約而冇交到印花稅㗎，咁點樣處理好呢？其實咧，即係印花稅嗰個重要性咧，就係當嗰個物業咧，當嗰個租賃係大家有爭議嘅時候咧。咁呢一份租約能唔能夠拎到上法庭作為一個證據啦？咁就係即係去作為一個證據去大家即係追討啊一啲嘅損失啊咁樣嘅。咁所以若果即係有啲業主可能為咗即係慳少少錢啦，咁就唔肯去打呢個印花稅啦。咁其實而家市場上面咧印花稅咧，即係除咗係分揀單位啦，咁係業主係要付出嗰個印花稅個費用嚇。咁亦都係即係法例規定咗係業主一定要做嘅。咁如果你話普通一個單位嗰啲咧唔係分揀單位嗰啲咧，咁而家市場上面咧好多時咧都會係一半一半咁樣做法啦嚇。咁如果你話業主方面其實佢真係唔肯咁你可以選擇租唔租嗰個單位啦。又或者另一個選擇就係你自己攞份租約去打都得嘅，其實係因為你打份嗰個印花稅，其實你只需要你俾足嗰個印花稅嗰個價錢嚟講咧，咁已經係可以將嗰個印花稅咧就做咗喺個合約裡面㗎啦嚇。咁所以如果你話一啲業主真係即係唔肯大家去分擔嗰個印花稅，咁其實你自己拎去打嗰份印花啦嚇，咁都可以嘅。咁呢一方面咧就我諗江律師有冇啲嘢補充喺度？一般嚟計咧，俾印花稅咧，其實雙方都可以俾嘅嚇。咁其實作為譬如買家啦或者租客嘅律師咧，一般嚟計都係會比較緊張呢一方面嘅。咁大家可以放心，如果有律師嘅話咧，律師係會確保呢一方面係做妥嘅。好啊，非常之清晰啊！跟住翻去買樓嘅問題啦，想問下江律師嘅。請問物業有按揭嘅話，點樣確定咧業主喺轉讓之前已經還清晒啲按揭呢？好啊，嗱，大家咧就可以放心嘅。一般嚟計咧，我哋喺律師會咧，我哋都有規定嘅。喺物業咧，如果個交易成交嘅時候咧，如果作為一個買家嘅律師，我哋見到個物業係有按揭咧，我哋喺去到俾錢個業主嘅時候，喺成交嘅時候，我哋係要確保有關譬如嗰個按揭咧，嗰啲款項啊係一定係要清還先得嘅。咁所以舉個例子啦，如果嗰個樓價尾數係100萬嘅，如果我見到有按揭，第一我要確保佢仲爭銀行幾多錢。如果佢仲爭銀行70萬嘅時候咧，即係話喺個樓價尾數裏邊嘅100萬嗰70萬，我係一定要直接係要寫俾銀行，愛嚟支付有關嗰個按揭嘅餘款嘅。如果剩翻嗰30萬咧，先可以交俾嗰個業主嘅。好啊，咁跟住下一條問題咧，想問下陳總監嘅，就係點樣先至可以揾到持牌嘅中介㗎？喺乜嘢平台上面租樓最好咧？係都係一樣啦，千祈就唔好即係淨係信賴一啲嘅社交媒體嚇，因為啲社交媒體咧就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太多資訊，同埋咧亦都係好個人嘅資訊嘅。咁如果你要揾一個中介嘅話咧，其實最穩妥嘅咧都係喺一啲嘅即係官方嘅一啲網站嚇，例如一啲嘅地產代理公司嘅官方網站啦，去攞一啲嘅資訊，同埋咧去揾一啲嘅合適樓盤嚇，同埋揾一個嘅持牌嘅代理。好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多謝晒3位嘉賓嘅解答啊！
咁啊，呢個時候呢，我哋嘅講座已經嚟到尾聲啦，非常之多謝今日幾位嘉賓抽空出席，同我哋作出咗咁多寶貴嘅分享㗎。咁如果市民呢想知道更多有關來港租買房屋避坑嘅資訊，可以上返我哋地產代理監管局嘅消費者教育網站 smart.eaa.org.hk 了解多啲。網頁仲有更多有關租樓置業同埋委託地產代理嘅資料咧，俾大家參考㗎。希望咧我哋下次仲有機會同大家見面啦。多謝各位，拜拜。